这个没延迟，几秒钟吧。市场它有的变，是起那个飞那种。这个没有考虑休息啊，就一直并不着急。喜马拉雅之所。
撒娇。这样绕圈圈。是，在踏板。
别跑了，没事。我母在这个位置啊，这对的。
不见别全部是这所呀，干面生居然就也松松真的拍到你的脚了，啊，没事儿，把那个调一下。一直在拍你的脚。龙啊，手里插着那多少呀？呀，气温木浪子也说呀，自己的比方大洋不少呀，就差的比头的有松松呀，那是。有一个路呀，也蛮少呀，东西把路
岁了？啊。过来，等等等等，我操，等等哈。
对吧？你把它，让它怎么抱好不好？太热了，衣服都松了。
不错吧？应该就是看电视。刚刚把温度拍一下。相机没电了。现在几分钟？16。
把它装到包包里面可试一下。那么装到包包里面，哎，拿包包。这边坐里面嘛，好不好？坐里面，好不好？我装到里面，我看一下。抱，背着啊，抱上。哎，好了，掉啊。把哥哥包了书包里面。才几点钟嘛？还有20分钟。哦，没事。这9点你不敢理的。是舞蹈专业的。那你的意思是说我母吗？你真的出生早就回了。这个歌比较长，10多分钟，7、8分钟。谢谢。
说那个扎西出城，我有印象。扎西干的就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扎西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这鞋子他来。电话赶过来了啊！来一个，高一点，刹住刹住，快过来！把那个拉凑到前面去，他们要老把留下来，就在后面。来谁？就他们最出名的一支。臭了就臭了。开始。
走了，先走了你。好，再地噻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guys。改天见，这些找不到。好，对对，明天我们出来耍。跳，继续跳，没事，再来了，我试试看。咋回事？声音关小了。声音关小了，经常没来呀。就是啊，没来呀，他们声音关的没小。今天是 big party day because Saturday and many area rest. If I get to Chushi Road, there's not many people.我把狗狗包了背着的，会到处跑。声音比较小，这个就收音效果不好。这是你们家的吗？对啊，我的狗狗。我有的。不会。才转气。这个节奏比较快，这首歌。怎么站接一下子？那我们给他空间好不好看？真没得吃。站着就站着的，我准备走了，我走了。今晚说一下。好嘞。小老板，小老板，过来，不来。过来。哎，给你过去你也不来。过来。
有，我们今天没注意到。我今天先走了，还有一事儿。我也想说这个，我也这样说嘛。不急快点。谢谢亮剑的关注，感谢。To go next Wednesday, 5 days. Everybody,拉上侧面我们看一下，大头这点。啊，就在这个河边桥那边。现在吧。手机差点撞上了，退，差点撞到他的手机了。我将我的跑到那儿去了。
他要出来了。他不会，暂时不会出来，这样好，这样方便一些。他之前你就说他有个大的牙。这个是周母嘛，那个。你们不是很喜欢这个人吗？还有韩国这种，韩国你是这一个。油管的没这个。韩国他们有。Let's shut up. Party is finished. It's over. Maybe say tomorrow maybe.没有哦，对，我在大安区。哦，不是，我在延安区。你是你那个名字叫啥子？芒种叫？哎对。我就觉得你说是你啊，我咋不熟悉呢？你要唱歌。我们是在自己的啊？我们是自己的。哦。我抖音上看一下他们其他的。有个歌。哦。现在最难不还直播几个小时？哇，不爱下午。啊。看下午。你看下午。我在下班加油的时候，骑车的时候把它打开。我看你在吹起了。后面要吹一圈，我当时去那个金沙遗址那娃娃会英语，那我先把车甩就把油加了，明天去推演那个。去推演他们娃娃
朋友几个一起去爬山。还好说今天嘛，今天好多的人。有可能哦，就是嘛。先多。我出中了都堵。哦，对的，另外那个我要走都堵。不是对联旁边，水利工程旁边，区里面应该不堵。村里头应该排到。哎。来，雍城回来。你也是读书了嘛？什么时间了？那在东北的嘛，中北，他在东北的嘛，东江的。东江那边读书。就是雍城嘛。很少那种。他以前在罗马那边跳啊。啊对，原来就是一直在罗马跳。他就是看他们的。在罗马他们那个人应该去单子走。啊，这已经到了，已经到了。下面书记或者是请，哎，迎接他们。我看还清楚他们。肯定是他们是翻主力下午走的路线。那里边下左林路嘛。那边05的啥子人？七成应该过来看。不存在鲤鱼啊，没鲤鱼他们还是什么的嘛。几个捡跑回来了，因为他还在这边待了。请坐应该不算说正式团员，就是他们家人。他们哦，只是他们一家人。当然，一般跟阿大哥啊、小儿子他们一起。手不用错，那个有一个他说悠悠，有一个叫悠悠的，有一个拉出来一下，拉出去一下。现在看去，那不走。之前我拿底下的都看到。在哪里有卖的？他一新天边就偷偷丢了。也是。对呀。你说嘛？下一个，还下一个。我想拍啊，因为我就这几天在里面过几天要。你说吗？说那个。这个用这一个用处，两个都是用。要猜，2、1、2、1。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个无极，走了。那个去那个。你不拿钱了吗？里面有一堆又谈一下子，我去。哎，半盒让他发了走了。哎，其实我今天他忘了这个，然后这个新的今天那个德国飞机也来了，他们厂房衣服那样的，好多钱，那个就厂房衣服那个啊，德国飞机嘛，那么那个是穿一样衣服嘛，然后是双胞胎的嘛，德国飞机。我刚才看了，新的没看。你们那个今天看小娃儿没回来，在公园头直播。哦，早上都在直播。你们家的那个这么可爱的小宝贝，他没我没关注那些，不晓得，不知道。太热了，太热了，太热了，对不来你说吧。一天杀的最高的是他们。这都不可以可以了。他就是大很多。他也喜欢啊。他那长胖。也大喝。他是成都的10万这个月，其实
每天都到那个。真正那边吃了不好讲，反正我觉得他有点死。他家的就下的，这个就还好。小做几个事。这些收了，他是农区的人嘛，讲农户的话。打不到，他加了你的，你打不到。这不是那个，先手一下。哇，这么难！一个节日嘛，但5天大家都有时间。有可能你咋不找来一下啊？不完了。我好去，去找个好。现在这个干啥的呀？我这个没一样。完了。看那个帅哥在这很久了。我走了啊。那个他那个一年级，有一年级。服务员。这里早一点的嘛，本来刚刚上1年级。这个小娃。他的老婆是负责娃娃，他才有时间出来跳舞噻。他那个给不给提嘛？要提哦。这么厚的嘛？我有时候剪一下，在外面修一下，咱们的宠物店给他剪一下。给他我的话，反正都要剪的。那个大彩电，出来收东西。这会儿他那个小子撇跳舞，和云峰他们在这儿给那个丹妮那个赵小子这儿还在撇的跳舞。看一下。哇，好亮啊！你看嘛，跟白天一样的，看看，和白天，和别的一样的那个，好清晰哦。这个是永贞的吗？对啊，永贞的，好清楚啊，跟白天一样。关系呢？跟白天一样。大款圈就这样子。你哥哥呢？哥哥在这儿背上呢。他不是有小朋友要背吗？我也想把相机背起来。你的内存卡是好大的？我有512加256，700多 G。买了一个256够，但是我那个P8铁的话，必须要那种高速卡。卡的话，那是至少买个1体。没得最大，没得1体的。体的还贵，我看。不了，我那个512的卡都1万多。512钱。CFA 卡它是手机专用的。索尼原厂卡现在全买了，原厂卡的640几的7000多，但它的速度没得那个卡的行。这个速度卡每秒可以写1.2个 G。索尼的是700多兆。我想我也有个单反。有没有？最贵的是卡，但是要看哪一种，索尼的显卡最贵。其他的卡都便宜，就是像15B 那个卡都便宜。当时买的便宜。反正现在单反，我以前已经买了那种数码相机，我觉得4、5千块钱买了以前的相机，没能大的上面。这个单反它有点效果，我觉得还是要比手机好。肯定好一些，你毕竟价格光圈那些模式都不一样。这么做的我没那么多，反正我今天，我对我开车都快搞忘了，开车的。手机拍出来效果基本还是不行，但是夜间哈，夜间不行，肯定不行噻。夜间还是要单反才行。它那个单反里面现在叫无反相机，不叫单反，叫无反。这个无反相机里面最牛的是索尼，晚上凌晨你黑起码在几看起来跟一样的，画质非常好。
要是像跳舞其实晚上就是别人好旁边那些拖过来，他在要吗？啊，好帮忙，我拿东西需要帮忙。他们那么多人，这个卡是花了很大的决心我才买的，它撇尾8克的要尾90，那个速度很快的是。8K 接下来好大一个？反正1分钟5个 G 左右。1分钟5个 G。他现在嘛等部件升级，可能支持8K 的有10，现在是8K 不是8K 30。8K 接下来的话，你其实放不了好久。如果现在传油管上面有8K的，因为毕竟电都剪不动，电脑一般剪不着动，但经济很卡。传到网站上面好，是不是好慢？也可以用，在 B 站也支持8K，B 站支持头条不支持8K，只支持4K。你8K 传上去它识别不到，然后喊你说系统识别不了原文件，然后它就重新在线编辑。好像传抖音好像都降了，比你降了话。哪个？如果传抖音的话，抖音有降啊，抖音但是你可以直接那个单方屏写那些也清晰，相当于4K它是智能那种。其实说智能识别，其实根据网络情况，可能也就最多1080以上。那你看，像我们那些拍那种单的那种，单独拍下去，竖屏那种，你效果也好啊。你那个效果和你手机效果还得看出来，很明显。别天还好，其实晚上差。别天好，晚上差距更大。哪个在跳？他来直播了吧？我这个看了，反正我也帮他直播。我们看永贞了，永贞，你们看不看嘛？哎呦，黄的。我看瑶瑶也建群。啊？看瑶瑶也建群。哦，对啊。现在没建群。没进，太多了。本来抖音刷的比较少，哪有时间来用？佛牌有，那不介意的。错。那个谁不？不是没有这个音乐不知道什么东西。这张确实可以，你们也可以跳。那个。这个没人管啊。这个空间大了，很少。对啊。什么一个的？150什么？150就是多他们也知道这个密度。他们教的太多了。没有那样明显，我用的那个没准备去。超长用460，最高分辨率这个是200兆码。是200兆码的应该是。我的传油管上面都是最高分辨率。一个是HDR或者直接照的出来，那4K 很厉害。真的？这个可以把他作品给他发给你。可以发给他也可以啊。
都可以，他主要太多了，自己也不需要了。他跳1年多也没得意义，都被这作用太多了。对，他太多了，用这个本来就很多。他自己跳1年多，他对那些不有兴趣了，对吧？没事呀。是不是？这是一些粉丝一些看来还可以的。对他们天天跳的有什么意思了？他是不是他自己看？我在看，我在看他们看半年了，反正我在看过一些。你自己都跳得来着？啊，天天调作业，我都看不了。是这样子那边跳的话，100把这边跳的话，都跳了1点数了。那边跳跟这边差不多。花把子，杆子子。杆子花把，跳的基本上都是这边很厉害。他们会跳本地的那种歌手嘛？他们叫歌就他们本地的歌，其实也就是只是说歌都不太多了，其实种，他们穿的衣服种类也太多，其实说的话方言各个地方也不同，是不是？也是表情。我跳太高了，0.7，跳0.0就正常了。他是直接把那个曝光增加了。直接曝光嘛。朝夕啊，跳嘛。那个社区运动，那是加入是服装的那个，是吧？加入上装。要是加入。我就说是一个名。它这样子有很多分级。按照位置啊。3个类型。大的是3种。然后小的就是加入。对了。我拍你没事啊，我给你直播了。对，没办法。那天我吃了顿溜汤嘛，溜汤就直接跑出来了。他早就习惯了。现在4岁了刚刚4岁。你还在直播？对，在直播，对的。没下来的，英语啊。韩语很多韩国的。韩语吗？很多韩国人，排第一应该是台湾，第2是香港、韩国，日本、美国，最多前5名都有。还有很多土耳其的，还有芬兰的，还有那些印尼的、越南的都有，还有那个欧洲的很多国都有。只是说他们有些语言不认识，还有些是还有本地的，成都也有。有个叫凌晨的，好像是成都本地的。他们不看抖音，不玩抖音，只玩油管。对。反正我拍的这视频那个，都是1-2个小时，就是你们跳舞到几个7分钟。抖音上全是短的那种，我们是只我一个人拍那种。就你们那段时间，你想看哪一片，直接点进去看，全部是。整个现场的，就是拍个影片的话，到上传到看的话，应该要10个小时，是10天，8、9、10个小时左右吧。你时间太长了，就是你传上去它压嘛，压到那个最高分辨率，等很长时间。国内现在，我现在传国内平台也有。国内的那个更慢，然后你早上传了7点钟左右传，到下午5、6点钟都有可能看不到，有可能第2天、第3天才看到。因为国内的审的比较严，只要有站稳的那些是对。对啊，就是这个是拍了之后我直接，这个是手机直播嘛，这个字画质肯定不好，这个比。很重吧？你每天
这个是重的，一个轻的，有个三脚架坏掉了之后那个最方便的，那个三脚架，然后我配的镜头不一样，镜头变焦的，那个可以推拉的那种，直接在中间不用走就可以，这个就要跟着走。但这个效果是应该是也是最好的吧，是市面上最清晰的。现在还有，现在有很多全部还有，没办法参与聊天儿，看不懂。你看那个人啊，关播了。啊，关了。这个反正我查了，反正可能我晚上回去，是先把它导出来，自己简单加工一下，然后基本不用调色，不用调，基本它那个发质已经非常好了，并且我以前没做过，以前那个反应，它的那个颜色偏暖，最后再看我用5500克的，就是白天的色温。白天是5500克，晚上3500克左右。我晚上也用5500克，就很就是感觉像空间很暖那种，就是暖色调。后面这个才做的。跟白天差不多吧。就是一般的看到画面很黄颜色，很深黄那种颜色。有点深黄那种，后面就把它调正常颜色，调到3500克也正常。所以现在我这根本不弄，我自动别会。把它调成冷色的。不能，它有自动模式，不管它这个自动就完了。要自动关它了，就基本上不用调色。主要是吹回去你要导出去，你要编辑的找风源的，就几个小时；导出去是压出去要2、3个小时，就算2个多小时。像我那种2个多小时要将近3个小时。手机还可以。不一样，那个这苹果电脑可以，其他有些很慢。它导出来就要放3、4个小时，你这儿就6、7小时了，然后传上去要将近2个小时。捡起来的话好麻烦。然后后面等平台给处理，再处理有些4到6个小时。我国内的平台要审核，国内要等多久？因为像 B 站的话，我就等了几天2、3天才出来。我在 B 站里面的，还有1周了，一般都是24小时。我在 B 站上还评那个转概率，就是看就像直播，我自己评的，3、4分钟、4、5分钟那种，我现在都还没得还在审，都几个月了，都3、4个月了，3、4个月了。他不允许。对啊，都几个月他还在审。上